又有电池爆炸，来看高雄科技大学基丁校区，今仔日活动的时阵呢，这火灾警报器熊熊弹起来。这礼拜拄好是学期尾考试，也是最后一天上课，有学生考试写到一半，熊熊公公赶紧来离开。学校表示讲呢，这火灾的原因是空气污染监测设备用的锂电池爆炸导火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为什么这电池会来导火呢？详细原因需要调查。 学生囡仔照指示往安全的方向撤离，才行来到走廊，就听到砰一声，疑似有物件爆炸。高雄科技大学基丁校区的行政大楼，找到瓦道熊熊火灾警报器一直弹。因为这礼拜是学期尾的考试，学生囡仔考试考煞就开始休寒咯。有人当咧考试写到一半，熊熊公公走出来，某款行李准备要转去的，一想到多名迄当时，甲打心肝头也个皮破菜。阮一开始当做演习啊。 啊，尾啊，想讲走出来看卖啊，人讲火烧啊，就听到爆炸，然后就警报就大响，然后我们全部都下来，然后就期末考就结束，就暂时结束这样。啊，有知道说是什么东西爆炸啊？什么造成？锂电池。消防队到柜的时阵，现场已经无火，敢若看到一个小型的锂电池在庆烟。校方表示，这粒锂电池是轮机系空气污染监测设备用的，物件是放伫咧老师的研究室内底。迄当阵老师当咧改考试单，发现电池家己烧起来，就赶紧家己刷出来走廊拍火。是空气污染监测设备使用的锂电池，老师当下有紧急处理，并通报消防单位。 此次意外并无师生人员受伤。校方表示，锂电池是老师进前做研究用的，后来就拔起来放伫咧研究室，是安怎会家己烧起来，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。不过，学生表示，电池刷出来拍火，抑佫一直咧庆烟爆炸，学期的最后一天用安尼来结束，确实有淡薄刺激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